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要请你们做一个10秒钟的测试。现在就现在，找一面镜子，仔细看看自己，看看你的嘴唇是不是有点发白，再看看指甲，按下去后恢复得快不快，摸摸手脚，是不是总是冰凉的，深呼吸一次，会不会觉得气不够用？如果这些症状你中了3项以上，我要很诚实地告诉你，你的身体正在向你发出警讯。这不是吓你，而是我行医40多年，看过太多人因为忽视这些小症状，最后倒下的真实案例。如果你不把这支影片看完，很有可能你会错过唯一一次让自己重新找回活力的机会。我们中医把这个种状态叫做气血虚弱，它有9大典型表现。第一，容易疲倦，早上起床就像没睡过。第二，呼吸短促，爬个楼梯就喘。第三，脸色苍白或暗黄，没有血色。第四，经常头晕，站起来眼前发黑。第五，动不动就流汗，特别是晚上睡觉。第六，抵抗力差，一换季就感冒。第七，失眠多梦，睡不安稳。第八，头发前枯，容易掉。第九，女性朋友月经量少，颜色淡。这些症状看起来不起眼，但千万别轻视，因为从这里到突然晕倒，甚至更严重的问题，中间可能只差几步路而已。我见过一个病人，就是在捷运站突然昏倒，送到医院才发现是严重贫血，加上心脏供血不足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。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数字0。也请告诉我你现在是从哪里收看的呢？在开始之前，欢迎留言提出任何问题。很多人以为身体虚弱就是没吃好，营养不够，所以拼命吃补品，人参、灵芝、燕窝，什么贵买什么。结果呢，钱花了不少，身体反而更差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里面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真相，越富裕的人反而越容易气血虚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明明天天大鱼大肉，怎么会虚呢？答案就在消化系统，用我们中医的话讲，就是脾胃功能衰退了。你吃下去的东西，身体根本没办法好好消化，转化成能量。就像一座发电厂，原料堆得满满的，可是机器坏了，1度电都发不出来。我常跟病人打这个比方，你的身体就像一部车，汽油箱是满的，但引擎故障了。这时候你再往里面加油，有用吗？不但没用，还可能让引擎负担更重，最后彻底报废。所以真正的补不是往嘴里塞更多东西，而是先把转化系统修好，让你的脾胃恢复运作，这样吃进去的每一口饭，每一颗蛋，才能真正变成你的气、你的血、你的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方法，不是什么昂贵的保健品，而是回归到最基本、最温和、最有效的食疗方式。因为身体需要的不是刺激，而是修复；不是堆积，而是转化。想要补身体，就得先修好这座内在工厂，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。让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病人叫李天明，52岁，在台中经营一家小型机械加工厂。他是朋友介绍来的。第一次走进我诊间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是一惊。他的脸色不是普通的苍白，而是那种带点灰的白，就像放了很久的白纸。声音很虚，讲话有气无力。从停车场走到2楼诊所，短短一段路，他就已经气喘吁吁，额头冒汗。我问他，李先生，你最近有没有在吃什么补品？他苦笑着说，
医师，我太太很紧张，买了一堆人参精、现金、鸡精，冰箱都快放不下了。可是我越吃越累，有时候吃完还会胃胀、想吐。我帮她把了脉，舌头一看，果然是典型的脾虚不受补，脉象细弱无力，舌体胖大有齿痕，舌苔薄白。这种体质，你给她吃再贵的补品，都像是往破掉的桶子里倒水，留不住的。我告诉她一句话，她到现在都记得：李先生，你的问题不是缺营养，而是缺少把营养变成能量的能力。我请她停掉所有的保健品，只用2样东西：黄芪和鸡蛋。每天早上用黄芪煮水蒸1颗土鸡蛋，其他什么都不用吃。她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3个礼拜后，她再来复诊。那天我一看到她，就知道有效了，脸色开始有了红润，说话声音洪亮多了，整个人精神焕发。她太太在旁边笑着说：“医师，她现在早上6点就自己起床了，以前都要我叫好几次。”我问她有什么感觉，她说就像身体里面有一股暖流在走，以前手脚冰冷的问题也改善了，晚上也睡得比较好。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，没有什么神奇的药，只有让身体恢复自愈能力的方法。当你的脾胃功能被唤醒，你的身体自然就知道怎么照顾自己。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什么叫气跟血。很多人觉得中医很玄，其实不会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气就像阳光，血就像润滑油，你是不是就懂了？我们的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就写下了一部经典，叫做《黄帝内经》，里面有一句话：气为血帅，血为气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气是血的统帅，带动血液在全身运行，而血是气的母亲，提供气所需要的营养基础。这2者是相互依存、相互生成的关系。气虚了，血就推不动，你会手脚冰冷，容易淤青；血虚了，气就没有根基，你会心悸、失眠、多梦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常常手脚冰冷，尤其是冬天，怎么盖被子都暖和不起来，这就是气虚的表现。因为气不够，推不动血液到四肢末梢。如果你晚上很难入睡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又一直做梦，醒来还是很累，这就是血虚的指兆。因为血不足，没办法好好滋养你的心神。所以你看，气跟血就像是一对好兄弟，缺一不可。想要身体健康，不能只补气，也不能只补血，而是要气血双补，让这2股力量同时增强，这样你才能真正感受到由内而外的活力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推荐给你的黄芪蒸蛋，它的作用就是气血同补，温和而全面。那么气跟血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答案就是脾胃。我们中医有一个说法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白话一点讲，脾胃就像是一座生产气血的工厂，你吃进去的食物，经过脾胃的消化、吸收、转化，才会变成滋养全身的气和血。但这座工厂如果运作不良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就是我们常说的虚不受补。你吃的再好、再贵，身体都吸收不了，反而变成负担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。病人说：“医师，我每天都吃很营养，为什么还是这么累？”我一检查，发现他脾胃功能很差，吃下去的东西在肚子里积住，没办法转化，当然不会有力气。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脾胃有没有问题呢？有几个很明显的讯号。第一，吃完饭后肚子胀胀的，很不舒服。第二，吃完饭反而更累，想睡觉。第三，容易拉肚子，或者大便不成形。第四，舌头边缘有齿痕，舌苔厚腻。如果你有这些症状，代表你的内在工厂已经罢工了。
这时候你再往里面塞补品，就像是往一台故障的车里灌汽油，不但没用，还可能让问题更严重。所以真正聪明的养生方式是先把脾胃的功能恢复过来，然后再适度的补充营养，这样才能事半功倍，让每一分力气都花在刀口上。这也是为什么黄芪这味药这么重要，因为它最擅长的就是补脾益气，把你这座工厂的机器重新启动。好，现在我要教你一个非常简单但效果非常好的食疗方——黄芪蒸蛋。材料很简单，只需要2样：黄芪15到30克，还有1到2颗新鲜的土鸡蛋。如果可以，尽量选择品质好一点的鸡蛋，因为蛋黄的营养价值真的很高。做法也不难，总共4个步骤。第一步，把黄芪放进锅子里，加入大约500毫升的水，用中火煮15到20分钟，煮到水变成淡黄色。第二步，把黄芪捞出来，水过滤一下，放凉到大概40度左右，微温就好。第三步，把鸡蛋打进碗里，倒入黄芪水，比例大概是1颗蛋配100毫升的黄芪水，搅拌均匀。第四步，放进电锅或蒸锅里，用文火，也就是小火慢慢蒸，大概10到12分钟，蒸到蛋液凝固就可以了。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一定要用文火煨。什么？因味中一讲究慢火出真味，小火蒸出来的蛋口感细嫩，而且能更好地保留黄芪的药性。如果用大火，蛋会变老，气也容易散掉。什么时候吃最好呢？建议是早上7点到9点之间，因为这个时段是脾胃经运行最旺盛的时候，这时候吃最容易吸收，效果也最好。我常跟病人说，每天早上为自己、为父母蒸1碗黄芪蒸蛋，1碗就够了，不用多，持续吃，你的气血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好。这就是养生的智慧，不在复杂，而在坚；和不在昂贵，而在合适。不过，我必须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虽然黄芪蒸蛋很好，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。有4种情况的人要特别小心，最好先不要用。第一种，正在感冒发烧、喉咙痛的人，这时候身体里有外邪，需要把邪气赶出去，而黄芪是补气的，会把邪气关在体内，反而让感冒拖更久。第二种，湿热体质的人。什么是湿热呢？就是舌苔又黄又厚，脸上容易出油长痘痘，大便黏腻冲不前进。这个种人本身体内就有热有湿，再用黄芪补会，像火上浇油，更不舒服。第三种，阴虚火旺的人，这类人的特质是手心脚心容易发热，口乾舌燥，晚上睡觉盗汗，心烦失眠。这种体质需要的是滋阴清热，而不是补气。用了黄芪反而会让火气更旺。第4种，女性朋友，如果月经量很大，经期也不要用，因为黄芪有活血的作用，可能会让出血更多。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体质，建议先从小剂量开始试，比如先用10克黄芪，吃3天，看看身体的反应。如果感觉舒服，再慢慢增加到15克、20克。千万不要一开始就用很大的量，反而欲速则不达。我常说，养生是一辈子的事，不要因未急反而伤了自己。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医师，这么传统的方法有没有现代科学的根据呢？当然有。我们来看看蛋黄，很多人怕胆固醇，都把蛋黄丢掉。其实非常可惜，因为蛋黄里面含有一种很重要的物质，叫做卵磷脂。卵磷脂可以帮助分解、代谢胆固醇，反而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。而且，现代营养学的研究已经证实，你吃进去的胆固醇跟你血液里的胆固醇根本不是同一回事。身体有自己的调节机制，
当你吃的多，它就产生的少；你吃的少，它就产生的多。所以健康的人每天吃1到2颗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想告诉大家，不要丢掉蛋黄，你丢掉的是90%的营养。蛋黄里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D、E、K， 还有铁质、锌质，这些都是身体造血补气非常需要的营养素。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黄芪补气属阳，蛋黄养血属阴，一阴一阳互相搭配，就形成了阴阳相济的完美组合。这样补起来不会太燥，也不会太寒，温和而有效。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。所以你看，传统的中医食疗跟现代的营养科学其实是可以完美结合的，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，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表达而已。好，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具体的7天行动计划，你照着做，1个礼拜之后一定会看到明显的改变。第1天到第2天，先用10克的黄芪，早上起床后，按照我刚才教的方法蒸1碗黄芪蛋，慢慢吃，吃完好好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，不要急，让身体先适应。第3天到第4天，如果感觉良好，没有任何不舒服，就可以把黄芪增加到15克。这时候你应该会开始感觉到一些变化了，比如说早上起床比较不会那么累，精神好一点。第5天到第7天，继续维持15克的剂量，稳定下来。这3天，请你特别留意4个指标：第1，嘴唇的颜色有没有比，叫红润；第2，晚上睡眠品质有没有改善；第3，白天的精神状态有没有变好；第4，有没有比，叫不容易流汗、怕冷。我建议你准备一本小笔记本，或者用手机记录下来。每天早上吃完黄芪蒸蛋之后，花1分钟写下你的感觉。这样7天下来，你会很清楚看到自己的进步。而且我很欢迎你把这个结果分享在留言区，告诉我你吃了几天，有什么改变，让我们一起见证身体的自愈能力。我常跟病人说一句话，试7天，你会看到自己回到年轻10岁的气色，这不是夸张，而是真的有可能。因为当你的气血恢复了，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。不要小看这7天，它可能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想用一句话做结尾：真正的养生不在价格，而在懂得。你不需要花大钱买一堆保健品，你需要的是了解自己的身体，知道它需要什么，它缺少什么。而这个黄芪蒸蛋就是最简单、最温和、最有效的开始。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那么有智慧？他们没有精密的仪器，没有高科技的检测，但他们懂得观察，懂得倾听身体的声音。这份智慧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到今天依然有效。所以当你每天早上为自己、为父母、为家人蒸这一碗黄芪蒸蛋的时候，你温补的不只是身体，还有那一份关心，那一份爱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赞，也分享给你关心的人，也许是你的父母、你的另一半、你的朋友，让他们也能受益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给大家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让气血流动起来，也让爱流动起来。我们下次见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气血充盈。